时节因缘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心会清净？迄清净要安怎心会定着？做平心静气，做祥和，做自在，做逍遥，做无烦无恼，简单无？真个整个时局这么危言耸听，因为咱资讯足发达，真个时势因缘咱上乌俄战争，毋是甲咱迄讲咧，咱较早会感觉讲迄是甲咱离足远的代志，但是真叫做地球村呢，毋通讲甲咱无关系呢，关系有关系，但是咱要安怎大家讲即个一念清净，互伊这后壁发心现，要安怎会当展现？这确实就是咱即世人的功课，因为咱已经求了道、学道、修道、修办的过程，咱的宗旨目标一定爱会清楚。这个时间也毋是讲介济，90分钟互咱护航尔搁提早搁加时间互护航。要安怎来做一个浅述？当然护航呢，毕竟呢，搁真浅学，未达到安尼5境。那么咱来重参研究，重参研究，咱想，头拄仔讲的，处理这个现处是瞬息万变，搁而且高压的时代。